大家好，歡迎收睇樂天證券嘅日本央行深度解釋。我係 Adrian。今日我哋要探討嘅主題係緊張嘅就業環境同財政寬鬆之下，抑制物價政策帶嚟嘅 CPI 下跌，只係暫時性嘅。首先，我哋睇下1月份嘅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呢個數字3年零10個月以嚟第一次跌穿咗日本央行2% 嘅物價穩定目標。根據總務省喺20號公佈嘅數據，1月份全國整體 CPI 按年上升1.5個百分比，比舊年12月嘅2.1% 大幅收窄。剔除生鮮食品嘅核心 CPI 係2.0%，少咗0.4個百分點；而剔除生鮮食品同能源嘅核心 CPI 就係2.6%，少咗0.3個百分點。整體嚟講，升幅都係放緩緊。點解會咁呢？主要係受到舊年底汽油稅暫定稅率廢除等因素影響。能源價格按年跌咗5.2%，生鮮食品亦都跌咗6.9%。雖然米類持續加價，按年升27.9%，但升幅已經比上個月嘅34.4% 收窄。另外，舊年4月開始推行嘅高中學費無償化，亦都令到教育項目持續下跌，按年跌5.6%。展望2月，因為電力同天然氣補貼措施會令能源價格跌幅擴大，整體預計 CPI 升幅會比1月進一步收窄，核心 CPI 甚至可能會跌穿2%。對於整體趨勢影響更大嘅，剔除生鮮食品嘅食品價格，唔包米類，升幅已經連續6個月收窄。可見 CPI 增長勢頭的確係穩步放緩緊。咁究竟 CPI 升幅會唔會持續收窄，甚至遠低於2% 嘅目標呢？升唔返上去呢？目前日本嘅經濟環境已經去到唔加人工就請唔到人嘅地步。只要人工繼續加，CPI 嘅升幅就唔可能無止境咁收窄。大家可以睇下投影片提到嘅單位勞動成本，即本影片其後提到嘅 ULC 同 GDP 平減指數，即畫面見到斜體 P。2月16號公佈嘅2025年第四季 GDP 顯示，作為人力成本嘅勞動報酬總額按年增長3.5%，延續咗第三季3.4% 嘅高增長。將勞動報酬總額除以實質 GDP， 就會得出單位勞動成本 ULC， 即產生一單位實質 GDP 需要幾多勞動成本。ULC 係經濟學家用嚟判斷未來通脹走勢最重要嘅薪酬指標之一，因為佢同通脹率嘅走勢非常相似。簡單嚟講，如果勞動分配率不變，GDP 平減指數嘅增速應該同 ULC 嘅增速一樣。同數據圖表可以睇到，走勢係非常之接近。咁畫面見到就係由94年去到24年打後，GDP 平減指數同 ULC 嘅走勢。咁點解 ULC 同 GDP 平減指數會由2012年前嘅下跌趨勢轉為向上升呢？最直接嘅原因就係勞動市場供求嘅變化。當我哋將數據同日本央行短觀嘅就業人員判斷指數，即係畫面見到嘅 DI 就業預測做比較，就會發現勞動市場收緊咗之後冇耐，GDP 平減指數同 ULC 就開始回升。特別喺新冠疫情之後，勞動市場緊絀同呢兩個指數嘅上升係高度吻合嘅。不過有一點好奇怪，喺2012年到疫情前嘅2019年期間，明明長期嚴重唔夠人，但 GDP 平減指數同 ULC 依然好低迷。點解疫情前後會有咁大分別同對比呢？答案就係非正式員工嘅數量。疫情前
由2012年第一季去到2019年第四季嘅就業高峰期，非正式員工增加咗388萬人，佔整體僱員比例由32.7%升到36.2%。呢段期間新增嘅僱員入面，有超過七成，72.3%都係非正式員工，即係話疫情前雖然極度唔夠人，但日本主要係靠低薪嘅非正式員工去填補空缺，壓低咗平均薪酬嘅升幅，令到 ULC 升唔起。但疫情之後，非正式員工嘅增長已經停滯，喺缺乏潛在勞動力嘅情況下，日本企業要請人就必須要加人工，所以 ULC 同內需平減指數，即 GDP 平減指數，好大機會會持續上升。ULC 上升自然會帶動 CPI 上升。之前 CPI 按年升幅因為政府抑制通脹嘅政策已暫時回落，但呢啲政策效應大約1年就會消失。之後只要 ULC 保持上升趨勢，CPI 好大機會會重返趨勢線。長遠嚟睇，高市首相喺施政方針演說入面提到會全力推動危機管理投資同成長投資等財政寬鬆政策，呢啲政策可能會進一步推高勞動成本同 ULC， 令到 GDP 平減指數同 CPI 面臨上行嘅風險。總括而言，目前 CPI 嘅下跌只係暫時性嘅。今日嘅影片嚟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